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老星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12月13號星期六，有識之士，星夜流星，生日快樂。12月13號發生嘅事係 AXA 安盛呈現 RubberBand X 側田 Just Rock It Live 喺呢個西九龍文化區嘅安盛竹翠公園隆重舉行。今次演出匯集咗香港嘅著名樂隊 RubberBand 有實力派歌手側田，為觀眾帶嚟一場視聽盛宴。活動地點選擇咗喺風景如畫嘅西九文化區，西九文化區為音樂愛好者提供咗一個絕佳嘅欣賞環境。然後呢個最平嘅門票都係383蚊起等，更加多嘅樂迷可以親身感受到呢場精彩嘅現場演出。唔知你有冇鍾意側田或者 RubberBand 嘅邊首歌呢？聽應該係一定有聽過，有聽過都話過應該多多少少都有聽過，真係有冇話特別鍾意邊一首咁樣？今年想對流星講嘅嘢係，我哋都係第5次過生日㗎，可能就嚟5週年咁樣。5週年隔得遠啲，不過生日大家都係12月，係啦，所以就真係可以話差唔多一齊過生日咁樣。不過今年對流星嘅印象都仲係同呢個 cover 相關。今年都係有 keep 住出 cover 咁樣，已經贏咗比，因為始終係出 cover 都係一個好花費時間，又需要好多成本咁樣嘅一樣嘢，係咯。加上有時可能如果係唱粵語填詞，又會係咯，又係再多一筆咁樣。David 都已經出得疏咗好多比起以前，但係見你出 cover 嘅頻率都係一直維持到呢一點，都覺得好犀利。另外直播方面都係仲有直播咁樣，有冇話可能因為現實多嘢做，有其他嘢要做就停擺咗咁樣。叫咩呢？可能因為始終做 VTuber 越耐，就會發現好多差唔多時候開始做，或者以前識得嘅人可能都逐漸越嚟越少出現，或者係索性唔做咁樣，所以發現你仲做緊 VTuber 呢樣嘢，有時諗起都會覺得幾感動咁樣，都會有少少覺得哇，仲即係都有人一齊堅持緊之類呢種感覺，係啦。等下10點你有呢個 call in 直播啊嘛，Nabi 會嚟睇嘅啦，就係咁樣啦，係啦。唔知你係開台前定後睇到呢條片？你睇到就講啦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拜拜。